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3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19节到29节，申命记16章第1节到第8节，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模范。基督福音如何被接受？基督教的教会如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？当然是因为有早期的殖民政治带着宣教士，以后有宣教机构、宣教士以及各地方的教会基督徒们的见证。因为就如同罗马书第10章13节到18节的经文，保罗所说的话，正像圣经所说，凡呼求主名的人必得救。可是他们没有信，怎么能够呼求呢？没有听过，怎能信呢？没有人传讲，怎能听呢？没有人受派，怎能传呢？正像圣经所说的，传福音的人，他们的脚中多么的佳美。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接受福音。以赛亚曾经说过，主啊，谁相信我们所传的信息呢？可见信是从听而来，而听是从基督的话而来。可是我要问，他们真的没有听过信息吗？当然听过，因为有人做了见证，宣扬了福音，成为了模范，才能够吸引人进入信仰。以色列的生活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见证。上帝如何在历世历代当中保守以色列人，就成了世人所瞩目的事情。申命记16章第1节到第8节的记载，逾越节的条例，你们必须在亚比月守逾越节，对上主你们的上帝表示尊敬，因为他曾经在这月的一个夜晚救了你们出埃及。你们要到上主你们的上帝所选定的敬拜场所，在那里宰杀牛羊，作为逾越节的祭牲献给他。逾越节的食物不可以有发酵，你们必须吃无酵饼7天，正当当年你们匆匆忙忙离开埃及，吃了无酵饼一样。这种饼又叫做苦难饼，你们要吃，好使你们终身纪念出埃及，脱离苦难的那一天。这7天，你们境内的每一家都不准有任何的酵母。第一晚所宰牲畜的肉要在当晚吃完。你们要在上主你们的上帝所选定的敬拜场所宰逾越节的牲祭，不可在他要赐给你们的其他土地上宰杀。宰杀要等太阳下山以后，就是出埃及的时间进行。要在他所选定的敬拜场所煮祭肉，吃祭肉。第2天早晨就回家去，你们要再吃无酵饼6天。第7天要聚集敬拜上主你们的上帝，不可工作。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以及除酵节，就是在见证上帝奇妙的救恩。为了信仰上帝而设立的模范，但是人是软弱的，经常会失败，失去了美好典范的机会。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里面提到了耶稣基督的谦卑，他自己因为顺服成为了世人的献祭，代罪羔羊，而成了最美好的典范。它是我们学习的对象以及终极的目标，也因此跟随基督徒的人就被称为基督徒了。
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这样提到，以基督为榜样。究竟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有没有使你们坚强起来？他的爱有没有鼓励了你们？你们和圣灵有没有团契？你们彼此间有没有亲爱同情的心？如果有，我要求你们要有共同的目标，同样的爱心，相同的情感和一致的想法，好让我充满喜乐，不要自私自利，不要贪图虚名，要彼此谦让，看别人比自己高明，不要只顾自己，也要关心别人的利益。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原有上帝的本质，却没有滥用跟上帝同等的特权。相反的，他自愿放弃一切，取了奴仆的本质。他成为人，以人的形体出现。他自甘卑微，顺服至死，且死在十架上。因此上帝高举他，给予至高，赐给他那超越万名的名号，要遵从耶稣的名。天上人间和地底下的众生都得向他屈膝下拜，众口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同颂父上帝的荣耀。简单的说，基督徒若不效法基督，就不配称为基督徒。这也是使徒行传11章26节所提到的基督徒的称谓，是从安提阿开始的。因为那一群在安提阿跟随者活出基督的样式，在他们的身上众人看出了基督的模范。我们呢？我们是否有耶稣基督的香气？在基督的模范是否在我们身上呢？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19节到29节，为胜利感恩祷告，要存感谢的上主，因他至上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以色列人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为我开启圣殿的门，我要进去颂赞上主。这门是上主的门，只有正直的人能够进去。上主啊，我要颂赞你，因为你垂听我，使我得胜。泥水匠所丢弃的这块石头，已成为最重要的基石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在我们眼中是多么奇妙啊！这是上主得胜的日子，我们要欢乐，我们要庆祝。上主啊，救我们，拯救我们。上主啊，求你使我们顺利成功。愿上帝赐福给奉上主名来的那一位。我们从上主的圣殿来庆祝你们。上主是上帝，他光照我们，开始对我们的节庆，拿起树枝向他向着祭坛行进吧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。我的上帝啊，我要宣扬你的伟大，要感谢上主，因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谢谢主赐给我们救恩，借着耶稣基督设立的模范，让我们可以学习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愿意诚心实意的领受救恩，学习基督，活出见证，荣耀主名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